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基督釋放咗我哋，要我哋可以得到自由，所以要企得穩，唔好再被奴隸嘅束縛住。加拉太書5:1。小故事：大象同木樁。馬戲團有一隻小象非常之頑皮，主人無論將佢閂喺邊度，佢都會諗盡辦法想掙脫。直到有一日，主人用咗一根好堅硬嘅木樁釘入地入面，小象被閂喺木樁度，無論佢點樣用力，點樣費勁，都整唔開。從此之後，佢就乖乖地被綁喺嗰度，每日只係識得繞住條繩嘅長度轉圈圈。小象慢慢長大，變咗一隻健壯嘅巨象，力大無窮，可以拖得喐好重嘅嘢。但係只要主人將佢綁喺木樁上面，佢就會靜靜地企喺度。主人甚至只係隨便將個木樁插喺地度，雖然大象只要稍微用少少力，木樁就會連根拔起，但係呢隻大象都係好順從咁企喺度，完全唔敢亂喐。默想：習慣嘅力量真係好可怕，一旦養成咗唔好嘅習慣，就會牢牢咁捆綁住我哋嘅思維同埋行動。諗下你有冇一啲好似木樁咁樣嘅嘢，呢一刻正橫擋喺你個心入面，就靠住主嘅力量去破除過去嘅枷鎖啦。禱告：慈悲仁愛嘅天父上帝，喺我過去嘅老我入面，有好多罪過，亦都有好多唔好嘅衰習慣，甚至到咗而家呢一刻，仲係捆綁住我，令我突破唔到。感謝你曾經應承過我話，若果有人喺基督入面，佢就係新造嘅人，舊嘅事已經過去，所有嘢都要變成新嘅啦。求你幫助我脫離壞習慣嘅捆綁，同時亦都幫我培養好嘅習慣，等我有更美好嘅生命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